你係咪成日覺得人生好似走入咗一條死胡同，無論點樣努力都揾唔到出口？你係咪覺得明明自己已經好努力、好拼搏，點解命運總係同你作對，一次又一次將你推落深淵？你係咪試過喺最無助、最迷茫嘅時候，帶住滿心嘅委屈同埋眼淚，走進一間寺廟，跪喺佛菩薩面前，點起幾柱清香，將你嘅煩惱、痛苦、唔甘心全部講俾神明聽？你以為拜多啲神就會有多啲保佑？你以為捐多啲香油錢，業障就會消得快啲？你以為只要夠誠心，佛菩薩一定會感動，幫你逆轉命運，將你失去嘅一切全部攞翻嚟俾你？但係你發現咗一個殘酷嘅事實，拜完之後，你嘅煩惱依然喺度，你嘅困境依然冇改變，甚至乎你覺得自己越拜越唔順，你開始懷疑係咪自己唔夠虔誠，係咪自己嘅業障太重，係咪佛菩薩根本唔肯幫自己？今日我要話俾你知，一個你可能從來冇諗過、從來冇聽過嘅真相。你拜錯咗地方，你以為寺廟係消業嘅地方，但對某啲人嚟講，寺廟可能係一個業力放大鏡。你帶住貪求心去拜，你嘅業力就會被放大；你帶住執着心去求，你嘅痛苦就會被加深。你越係帶住我要發達、我要翻身、我要報仇嘅心去跪拜你嘅心，就越係被貪嗔痴綁得更緊，你嘅業力嘅就越係滾雪球咁越滾越大。真正嘅消業道場從來都唔喺寺廟入面，真正可以幫你洗清業障嘅地方，係世人最驚、最避忌、最唔想去嘅3個地方。我曾經聽過一位隱修多年嘅老和尚講過一個真實發生嘅故事。呢個故事嘅主人公叫做陳有德。陳有德本來係一間中小型貿易公司嘅老闆，生活安穩，家庭美滿，有樓有車，有老婆有仔女。喺親戚朋友眼中，佢係一個成功人士。但係一次錯誤嘅投資決策，令佢一夜之間破產，唔單止蝕晒所有積蓄，仲欠落一屁股債，每日都俾財務公司嘴語數。老婆忍受唔到呢種朝不保夕嘅生活，帶住仔女離開咗佢。昔日稱兄道弟嘅朋友一聽到佢打電話嚟，就即刻借口收線，甚至將佢嘅電話號碼加入黑名單。佢由一個人人羨慕嘅老闆，變成一個眾叛親離、身無分文嘅窮光蛋。陳有德覺得自己嘅人生玩完啦，佢每日活喺痛苦同怨恨之中，怨恨命運作弄佢，怨恨朋友無情無義，怨恨老婆大難臨頭各自飛。佢覺得全世界都對佢唔住，於是佢開始頻繁出入寺廟。每一次去，佢都帶住大量嘅供品，跪喺佛前，聲淚俱下咁祈求佛菩薩啊，你睇下我幾慘啊！我本來有頭有家，而家乜都冇晒，求你幫下我啦！等我東山再起，等我報復嗰啲背叛我嘅人，等我將失去嘅一切全部攞翻嚟。只要你肯幫我，我一定會報答你嘅。我會捐好多好多錢，我會幫你起廟，但係拜咗幾個月，佢嘅處境不但冇好轉，反而越嚟越差。追債嘅人越追越緊，佢嘅身體因為壓力開始出現各種毛病，精神狀態亦跌到落谷底。佢開始怨恨，開始質疑，
點解我拜得咁誠心？點解我捐咁多錢，佛菩薩都唔肯幫我？難道我嘅命就注定係咁？難道佛菩薩都係咁無情？直到有一日，佢喺一間破舊嘅小廟入面遇到一位掃地嘅老和尚。嗰間小廟位處偏僻，香火冷清，冇乜人會去。老和尚見到陳有德跪喺度，一邊喊一邊訴苦，佢冇即刻安慰，只係靜靜咁掃地。等陳有德喊完，老和尚先放下掃帚，行過去問咗佢一句說話：後生仔，你每次嚟寺廟心裏面諗嘅係咩？陳有德答：我求佛菩薩幫我翻身，幫我發達，幫我將失去嘅一切攞翻嚟，幫我報復嗰啲背叛我嘅人。老和尚聽完冇鬧佢，冇話佢唔啱，只係淡淡咁講咗一句：你嚟寺廟係為咗求，但佛法講嘅係修。你帶住一顆貪求嘅心嚟，你嘅業力就會好似滾雪球咁，越滾越大。你每求一次，你嘅執着就加深一次；你每求一次，你嘅痛苦就加重一分。你嘅痛苦唔係佛菩薩唔幫你，而係你根本唔知道，真正可以幫到你嘅地方根本就唔喺呢度。陳有德呆住咗，佢從未聽過呢種講法，佢一直以為拜佛就係要求福、求財、求平安、求報仇。但老和尚嘅說話好似一盆冷水淋落佢個頭嗰度。佢問：咁我應該去邊度？我應該點樣做先可以真正改變我嘅命運？老和尚話：你而家即刻離開呢度，去3個地方。嗰3個地方先至係真正嘅消業道場。如果你能夠喺嗰3個地方領悟到3樣嘢，你嘅命運自然會轉變。陳有德聽完老和尚嘅話，雖然半信半疑，但係佢已經走投無路，再冇任何選擇。於是佢決定照做。佢嘅第一站係城裏面最大嘅醫院急診室。佢嚟到急診室嘅門口，呢度同寺廟嘅寧靜莊嚴完全唔同。呢度係一個充滿尖叫、哭泣、呻吟同慌亂嘅世界。空氣中彌漫住濃烈嘅消毒水味，混合住血腥同汗水嘅氣味。金屬推車喺地上急速摩擦，發出刺耳嘅聲響。醫生護士嘅腳步急速而沉重，佢哋嘅對話簡短而緊迫。佢見到一個又一個被推入嚟嘅病人，有啲滿身鮮血奄奄一息，有啲昏迷不醒，面色蒼白，有啲痛苦地扭曲住身體，發出令人心寒嘅呻吟聲。佢見到醫生護士喺死亡線上同時間賽跑，每一秒都係生死時速。佢見到家屬跪喺地上崩潰痛哭，聲嘶力竭咁呼喊親人嘅名字。佢見到一個同佢年紀相若嘅中年男人接過醫生遞嚟嘅病危通知書，雙手顫抖，雙腳發軟，企都企唔穩，成個人癱咗喺地上。佢見到一個年邁嘅母親握住昏迷中嘅仔嘅手，眼淚一滴一滴咁滴落喺白色嘅床單上，口中不停念叨住仔仔嘅名字。佢見到一個同佢一樣曾經風光過、曾經呼風喚雨嘅生意人，呢一刻赤裸上身，插滿喉管，依靠呼吸機單調而沉重嘅起伏，維持住最後一口氣。佢身邊圍滿咗人，有下屬，有合作伙伴，有競爭對手，但無論係邊個，呢一刻都冇人可以代替佢承受呢一份痛苦，冇人可以幫佢吸多一口氣。陳有德企喺急診室嘅角落，望住呢一切，
佢突然覺得自己好渺小。佢一直以為自己破產、自己欠債、自己被背叛係世上最慘、最唔公平嘅事。但喺呢度，佢見到有人失去健康，有人失去至親，有人連下一秒係生係死都唔知道。佢開始諗，比起佢哋，我失去嘅錢算得上係啲乜嘢？錢冇咗可以再搵過，但命冇咗就乜都冇晒。佢一直以嚟怨恨嘅嗰啲人，放唔低嘅嗰啲事，喺呢一刻突然變得微不足道。佢企喺急診室門口，深深咁吸咗一口氣。佢嘅心情從來冇試過咁平靜。佢終於明白，呢個世界有人連活多一秒都係奢望，而佢居然仲有時間去怨恨、去計較、去執着。佢突然覺得自己好幸福，因為佢仲有機會，仲有時間去重新開始。佢嘅第二站係一座隱藏喺深山入面嘅古寺。呢間古寺同佢平時去嗰啲香火鼎盛、人山人海嘅寺廟完全唔同。冇人賣高香，冇人收香油錢，冇人逼你做法事，更加冇人向你推銷各種各樣嘅開運法寶。呢度只有清風吹過竹林嘅沙沙聲，同埋偶爾傳嚟嘅幾聲鳥鳴。寺門前嘅石階長滿青苔，顯然好少人嚟。佢行入大殿，殿內光線昏暗，空氣中浸漫住檀香嘅味道，淡淡嘅，若有若無嘅。佢跪喺蒲團上，呢一次佢冇祈求任何嘢，佢只係靜靜咁坐喺度，望住佛菩薩低垂嘅眉眼、慈悲嘅面容。佢嘅腦海入面浮現起過去幾年嘅畫面。佢為咗做生意，欺騙過合作夥伴，將劣質貨當成優質貨賣俾人，為咗賺更多錢，苛待過員工，成日無理咁扣佢哋嘅人工，為咗面子對老婆兒子氣使，從來唔理會佢嘅感受。為咗報復競爭對手，用過唔見得光嘅手段去抹黑對方。佢嘅成功每一步都踩住好多人嘅身體上得嚟嘅。佢今日嘅破產，今日嘅眾叛親離，唔係命運無端端作弄佢，而係因果循環，絲毫不爽。佢過去嗰種落嘅惡因，而家結果啦。佢一直以嚟去寺廟求佛菩薩幫佢逃避呢個果，但因果呢樣嘢又點會因為佢拜多幾次佛、捐多幾次錢就憑空消失呢？佢跪喺蒲團上面，眼淚無聲咁流落嚟。呢一次佢嘅眼淚唔係委屈，唔係怨恨，而係懺悔。佢終於明白，佢今日受嘅所有苦，全部都係佢自己一手造成嘅。佢冇資格怨恨任何人，因為佢先至係最大嘅罪魁禍首。佢嘅第三站係火葬場，呢度比醫院更加寂靜，更加冰冷，更加令人不安。空氣中彌漫住一股難以形容嘅氣味，唔係臭，而係一種空嘅味道。一切都已經結束嘅味道。佢企喺告別廳外面，望住一個又一個嘅靈柩被推入火化爐。佢見到一個生前可能係高官嘅人，呢一刻只係一具無聲嘅軀殼，面色灰白，毫無生氣。佢見到一個生前可能係美人嘅人，呢一刻花容不再，靜靜咁躺喺花叢中。身邊嘅人喊到肝腸寸斷，佢卻再無法給予一絲一毫嘅回應。佢見到一個又一個嘅家屬，有啲強忍悲痛，有啲嚎啕大哭，有啲呆若木雞。但無論佢哋幾傷心，幾唔捨得，裏面嗰個人
永遠都唔會再醒返，永遠都唔會再講一句說話。當火化爐嘅門打開，工作人員將一堆灰白色嘅骨灰掃入一個細細嘅方盒入面。嗰個盒子咁細咁輕，一個成年人單手就可以拎起。陳有德望住嗰個細細嘅骨灰盒，心裏面湧起一個好強烈嘅念頭：每一個人，無論佢生前係富豪定係乞衣，無論佢生前係英雄定係壞人，無論佢生前有幾多財富、幾高權力、幾大面子，最終嘅歸宿都係呢個細細嘅盒子，冇人可以例外，冇人可以逃避。佢一直以嚟執着嘅財富、面子、地位，喺呢個盒子面前一文不值。佢一直以嚟怨恨嘅那些人，放唔低嘅那些恩怨，喺呢一刻突然變得荒謬可笑。佢連自己呢個肉身都帶唔走，佢仲有乜嘢係放唔低嘅？佢連自己嘅命都控制唔到，佢仲有乜嘢值得去執着？陳有德企喺火葬場嘅門口，深深咁吸咗一口氣。佢嘅心情從來冇試過咁平靜、咁清晰。佢喺醫院嘅急診室學識咗無常，原來生命係咁脆弱，原來錢財係咁虛幻，原來佢一直執着嘅嘢喺生死面前連一粒塵都算唔上。佢喺深山嘅古寺學識咗因果，原來佢今日所受嘅苦全部係源於佢過去所做嘅惡。佢冇資格怨恨任何人，因為佢先至係罪魁禍首。佢喺火葬場嘅爐門前學識咗放下，原來連呢個肉身都唔係佢嘅，佢仲有咩係放唔低嘅？3個地方行完，陳有德返到屋企，佢冇再去寺廟求神拜佛，因為佢已經知道真正嘅道場唔喺寺廟入面，而喺佢嘅生活入面，喺佢嘅心入面。佢開始做幾件事。第一件事，佢主動聯絡以前被佢傷害過嘅人，誠心道歉。佢寫信俾以前嘅員工，承認自己嘅過錯，承認自己當年為咗利潤苛待過佢哋。佢打電話俾以前嘅合作夥伴，坦誠自己當年嘅欺騙。雖然好多人唔原諒佢，甚至有人喺電話入面大罵佢，但佢嘅心反而變得輕鬆咗，因為佢知道佢已經盡咗自己嘅本分。至於對方原唔原諒係對方嘅事。第二件事，佢由最卑微嘅工作做起，佢去送貨，去搬貨，去做一啲以前佢睇唔起嘅體力活。佢發現當佢唔再執着於面子，唔再介意別人點樣睇佢嘅時候，原來生活可以咁簡單咁踏實。每一滴汗，每一分錢都係靠自己雙手掙翻嚟嘅，佢覺得心安理得。第三件事，佢每日都會抽時間靜坐，唔係為咗求啲乜嘢，而係為咗讓自己嘅心保持清醒同平靜。佢每日都會反省自己，今日有冇講錯說話，有冇做錯事，有冇起咗唔應該起嘅念頭。3年之後，陳有德東山再起，但佢嘅心態已經完全唔同晒。佢賺到錢之後，開始幫助一啲同佢當年一樣陷入困境嘅人。佢借錢俾人，唔收利息。佢請人做嘢，優先請嗰啲被社會遺棄嘅邊緣人。佢每個月都會捐一筆錢俾貧困山區嘅兒童。佢唔再執着於財富嘅累積，而係將目光放喺自己可以為呢個世界帶嚟嗰啲乜嘢善意。有人問佢：你係點樣由地獄爬返出嚟㗎？
陳有德答：我冇去寺廟求佛菩薩，我去咗3個地方：醫院、古寺、火葬場。呢3個地方教識我3樣嘢：無常、因果、放下。無常令我不再執着，因果令我不再怨恨，放下令我不再恐懼。你聽完陳有德嘅故事，有冇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有冇覺得佢嘅經歷好似就係你自己嘅寫照？你係咪都試過人生唔順嘅時候，第一時間就想去寺廟求神拜佛，希望有奇蹟出現？你係咪都試過？係咪都試過拜完之後，生活依然冇改變，甚至越拜越差，越拜越迷茫？你係咪都試過覺得自己嘅苦難係全世界最慘嘅，但從來冇諗過喺某個醫院急診室入面，有人連下一秒係生係死都唔知道。原來真正嘅消業從來都唔係靠求，而係靠收。求係將希望寄託喺外界，收係將力量回歸到自己嘅內心。你唔需要去遠方尋找道場，因為道場就喺你身邊，就喺你每日生活嘅地方。當你覺得自己好慘嘅時候，你去醫院急診室坐一晚，你就會知道你嘅慘原來只係微不足道嘅煩惱。當你覺得世界對你唔公平嘅時候，你去火葬場望一望，你就會知道喺死亡面前，所有嘅不公平都係一場笑話。當你覺得自己好迷茫、好混亂嘅時候，你去深山古寺坐一坐，你就會知道你嘅心靜咗，答案自然就會浮現。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呢個係定律，冇人可以逃避。但你面對不如意嘅態度，你面對逆境嘅選擇，先至係決定你命運嘅關鍵。你可以選擇繼續怨天尤人，繼續去寺廟求神拜佛，然後繼續喺痛苦同怨恨入面不斷輪迴，不斷重複同樣嘅錯誤。但你亦都可以選擇去醫院學無常，去古寺學因果，去火葬場學放下。當你真正明白咗呢3樣嘢，當你真正將呢3樣嘢融入你嘅生命，你就會發現呢個世界上已經再冇任何事可以將你打倒。無論未來遇到幾大嘅風浪，你都可以安然面對，因為你知道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係因果，一切都值得放下。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心裏面某個結好似鬆開咗少少，覺得有一種講唔出嘅共鳴呢，今晚就去做一件事，去屋企附近最近嘅醫院急診室坐半個鐘，唔使做咩特別嘅嘢，淨係坐喺度望住來來往往嘅人，聽住周圍嘅聲音，感受一下生命嘅脆弱同無常。半個鐘之後，你返到屋企，你會發現你而家煩緊嗰件事，原來係咁細，原來係咁唔重要。如果你真係去咗返嚟留言，講一句我去咗，等我都知你已經行出咗改變嘅第一步。你嘅行動就係你決心改變嘅最好證明。如果你覺得有啲道理，覺得呢個故事對你有啟發，唔該幫手做多幾件事。第一，分享呢條片俾身邊同樣覺得越拜越唔順嘅朋友，等佢哋都知道真正嘅道場喺邊度，真正嘅消業方法係咩嘢。第二，收藏呢條片，第日當你又想衝去寺廟求嘅時候，當你又覺得命運對你唔公平嘅時候，攞出嚟聽一次，提醒自己先修無常，再修因果，最後修放下。第三，
留言講一句我明白啦，為自己嘅人生唔順揾到一個新嘅方向，為自己嘅未來種下一份智慧嘅種子。如果你頭先未撳訂閱，而家仲可以補返，因為我哋之後仲會不斷更新呢啲修行智慧、因果故事同人生道理，唔想你錯過任何一集，每一集都可能係你人生轉變嘅契機。下一集我會繼續帶大家探討一個人點樣可以喺呢個紛擾嘅世界入面修出一顆唔被外境牽動嘅心，無論面對咩風浪都可以安然自在。呢一集嘅內容可能會令你重新諗過自己面對逆境嘅方式，所以千祈唔好錯過你嘅每一個關注。每一次分享都係為你自己種低一份可以喺逆境之中守護自己嘅智慧。呢份智慧會喺你最需要嘅時候成為你嘅明燈，引領你行出黑暗。我哋下一集再見。南無阿彌陀佛。